會同大家示範一下全來反射嘅現象。首先喺台面上面有一支激光筆，佢發出嘅紅色光點就喺左邊白色紙上邊嘅一個位置顯示出嚟。然之後我會將呢一個用透明物料做嘅3棱鏡擺喺激光筆嘅前面。大家可以見到原本有紅色光斑嘅位置，大概喺呢個位置已經再冇出現紅色嘅光斑，但係喺新嘅兩個位置呢兩點嗰度就出現咗兩個紅色嘅光斑。咁而我哋係可以用折射同埋反射嘅現象嚟解釋點解會出現呢兩個新嘅光斑。大家可以睇一睇呢一個示意圖。我哋首先有紅色嘅光束打落去呢個3棱鏡嘅第一個表面上面，佢經過折射就穿透咗去3棱鏡嘅內部。然之後，如果呢束光想出返嚟，佢係要經過3棱鏡嘅第二面，亦即係呢一面。咁而當光到達呢一面嘅時候呢，係部分嘅光係會經過一次再多一次折射，就會喺呢一度離開咗3棱鏡嘅內部。但係其實亦都有一部分嘅光會喺呢一個界面再反射一次，去到第3個表面嗰度，然之後先至再折射返出嚟。咁所以呢，就會出現咗我哋見到嘅兩個光斑啦。然之後，我哋會將嗰3棱鏡個角度扭轉一下。而家大家再睇一睇，依家就只係剩返一個紅色嘅光斑。咁究竟發生咩事呢？呢一個呢，就可以用全來反射嘅現象去解釋。大家又可以再睇一睇呢一個示意圖。頭先上面呢個部分我已經解釋過，而當呢個3棱鏡扭轉咗個角度之後，我就用下邊呢一個示意圖嚟代表。大家見到呢一個三角形同呢一個三角形嘅角度係唔同嘅。同樣啦，我有一束光打入嚟呢個3棱鏡嗰度，但係因為呢一個三角形同埋呢一個三角形嗰個方向角度唔同，咁當呢一個光束去到第二個界面佢想出嚟嘅時候呢，呢一個入射角 theta 同埋頭先剛才呢個入射角嘅 theta 呢，其實係唔同嘅。而事實上呢，今次呢個 theta 呢係比頭先呢一個 theta 呢係大嘅。而如果我哋今次呢一個 theta 係大過呢一個物料嘅所謂嘅 critical angle 臨界角嘅話呢，咁樣喺呢一個界面呢，啲光呢就完全唔能夠產生折射嘅現象，所以光呢唔可以喺呢一面走出去啦。所有光呢係經過呢個界面呢，都只能夠呢係完全被反射。咁所以呢，就造成我哋到最後呢，只係見到一束光走返出嚟啦。而家我會為大家做多一個示範。今次呢，我哋呢係唔需要用到激光嘅。同樣，我係用一個3棱鏡，喺台面上面有一張紙，就有好多橫線。我將呢個3棱鏡擺喺上邊，咁大家睇清楚，我哋呢仍然呢係可以望得透嗰個3棱鏡，見到3棱鏡嘅底部係呈現出嗰啲紙嘅線。但係當我哋將個角度一轉，大家發現依家呢個3棱鏡嘅底部唔再顯示出紙上面嘅嗰啲線，而係呢，佢好似一塊鏡面咁樣。大家睇下嗰個鏡面嘅倒影顯示出好似一個
A 倒轉嘅 A 字。咁而事實上呢，係因為我喺呢個三棱鏡嘅後上方有一塊黃色嘅平面，有一個 A 字。咁所以大家呢，好明顯呢就見到呢，依家呢個三棱鏡呢個作用呢就好似一塊鏡咁樣。咁而原因呢，亦都係因為頭先所講解嘅全內反射。